家人微垂低頭，香燭已備，共對爐前。至今乃有周公鑑傳父君安卑立石之期，楊宗嘉勸人等。擇吉良日，象賢道教，來於九龍鑽石山。一麒麟灰閣，八層樓面，福位 F1926。拜奉請到周公鑑傳靈魂，光臨到座，領受香火，領受齋供，祈求庇保庇佑，是往來親眷內外男女人等，來時得福，回時得祿，回家敵吉無諸障礙，家眷人等。清香一炷爐前上香三生叩拜，一拜公公叩首，再拜公公。三拜公公，勞煩家人上香致意麻醉可以嘅啦。香在爐中，鮮靈同鑑，長篇福煜垂氣，因溫來乾渴我悉要聞。烈星光來臨，福滿乾坤不界，正無塵。香雲浮開，大天尊道安好，煙氣無為道德香。仰瞻神駕座，睇手拜神奇，虔誠拜情。三清三敬，三寶天尊號天至尊，玉皇上帝，通天聖主，節其行帝，南極帝地長神帝帝。